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了彰化的永靖街。据说这里非常的特别，是清代客家人执行都市计划所完成的街区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快让我们一探究竟吧！邱老师，我刚刚走在永靖街上啊，我看到好多充满历史性的建筑，感觉这小小一条街有很多故事在里面。我们永靖建街是在1813年完成，大概在康熙年间，也就是270多年前，就陆续有人进来。他当时都是比较穷的那个佃农，然而来到这一块土地上啊，却有很多的张全兵械斗的问题，他们就集合了一些乡亲，好。然后集资，大概分有6股：邱、陈、詹、胡、张，这几姓，然后他们把它集资盖了一个永靖街，就是你看到的，有一个叫永靖建街的契约。第1条、第2条讲得好清楚哦，有凉亭啦、店面啦、种竹子都讲得很清楚。当时还在我们街的中间。已经规划说要盖一个33国王庙，叫永安宫。这个是我们个人这样集资所做的土地计划。因为我们饱受那个械斗之苦，就是希望我们这块土地可以永保安静。清代时民乱，械斗不断。来台入垦的饶平客家人非常辛苦，稍不注意就会有生命与财产的危险。正是因此，才更希望建立起一个共同坚守的家园，能永永远远、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。永靖街就是承载了如此理念的一个地方。早年我们饶平客来这边，入垦的时候，主要就是以永靖的永安宫为中心，然后它周边的包括了园林、埔心、田围、社头。然后这样合起来有72个庄，我们永靖街这里就成为72联庄的中心，这里都是主要是饶平客家人聚集的一个地方。今日的彰化县客家人据专家的统计，至少有40万。72联庄的饶平客家人为求稳定、安身立命，透过了团结、共同扶持与努力，才建立起了永靖街。这是个有规划、照设计建造的街市，甚至还得到当时官府的核可。这在200多年前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如今看来，这个壮举依然是非常了不起，十分的令人敬佩。